Hello，歡迎大家嚟到今集嘅粵遊文小教室。今日呢，我哋會一齊猜測一個好多學粵文嘅朋友仔都會拗爆頭嘅問題，就係到底粵文呢個有字應該點樣講先至啱呢？大家好啊，我是 Lady JJ， 好開心又可以在這裡同大家一起輕輕鬆鬆學日文。好，我哋即刻入正題啦。你嘅諗下，平時我哋講嘢想話我有一本書，或者想講袋上面有本書，呢兩句說話喺日文入面嘅表達方式，其實係完全唔同噶。咁究竟有咩分別呢？呢個就係我哋今日要 KO 嘅問題啦。呢度就係我哋今日嘅學習地圖啦。首先，我會解釋下咩是動詞謂語住，打好個底先。跟住就會學兩種講有嘅句式，再俾啲更接貼士大家。最後，緊是要做個靚正總結啦。Ready? Let's go！ 好，第一部分，到底咩係動詞謂語正傾注呢？嗱，要學識一個語言，打好個基礎真係好緊要噶。而呢個概念可以話是理解日文句子結構嘅一把萬能鎖匙嚟。講到好學術真，其實簡單嚟講，動詞謂語句就係一句句子嘅結尾部分，即係我哋講嘅謂語，係由一個動詞作主角嘅。好似呢個構造 A what B O 後面點點點個部分呢，就係由動詞再加埋啲助動詞組合而成，用嚟完整咁表達一個動作或者狀態嘅意思。OK，明白咗個基本構構之後，我哋就嚟學第一招，非常實用嘅記式，點樣講自己擁有啲乜嘢。例如，我想講我有一本字典，那句說話日文應該點樣講呢？我們一起來看一下。嗱，日文好得意，有分普通句同禮貌句。大家可以睇到兩句嘅主要分別，其實就係喺個句尾度。普通句即係同 friend 講嘢嘅嗰陣用嘅係使っている，而如果你想講得禮貌啲，就要將句尾個いる變成います，成句就變咗做使っています啦。呢個係同朋友定係同長輩、上司講嘢嘅一個好重要嘅分別嚟噶。我哋而家嚟拆解下呢句句子。第一步，主語我，即係自己煮嘢嘅詩，加埋個助詞盒。第二步，加埋賓語，即係你擁有嘅嗰樣嘢。喺呢度就係指數，再加個助詞 O。到咗最關鍵嘅第三步，就係加上我哋頭先講嘅動詞謂語末地二律。咁樣一句完整嘅句子就大功告成啦，是咪好簡單呢？學識咗肯定句，咁否定句，即是我冇，又點講呢？例如我沒有電腦。否定句嘅變化都係喺句尾度變式化。大家留意下，普通句係將いる變成佢嘅否定版いない，所以成句就係持っていない。而禮貌句呢，就係變成いません，即係持っていません。所以重點就係要記住います嘅否定就係いません。好用橫點講擁有，我哋嚟到第二個重點，點樣講某個地方存在住某樣嘢？呢度有個好得意嘅位，就係日文呢會根據嗰樣嘢係死物定係生物而用唔同嘅動詞噶，真係好講究。我哋先睇下死物嘅例子。桌子上有一本字典。當我哋講嘅係好似字典呢啲冇生命嘅嘢，我哋就要用動詞ある。咁禮貌啲嘅講法呢，就係將ある變成あります。大家要記住啦，死物就係用ある或者あります。咁如果係有生命嘅嘢呢，例如我哋想講房間裏冇人，大家有冇見到個分別喺邊呢？當我哋講緊人或者貓貓狗狗呢啲生物嘅時候呢，就要用動詞いる。呢個係一句否定句，所以普通句就用いない，而禮貌句就用翻我哋之前學過嘅いません。呢個位真係好多初學者會撈亂噶，記住呢個口借，死物用ある，生物用いる。嗱，呢度就係今日最關鍵嘅一個位啦，你哋嘅aha moment。大家擘大眼睇清楚，左邊持っている嘅いる其實只係一個助動詞，
好似一個小助手咁，幫前邊個動詞もつ去表示一個持續嘅情況。但係右邊人はいない嘅いる，佢自己本身就係一個完整嘅動詞，意思係存在。雖然佢哋寫法同讀音一模一樣，但係詞性同用法係完全唔同㗎。搞得清楚呢點，你會發現好多日文句子即刻豁然開朗。好，明白咗ある同埋いる呢個大重點之後，我哋再深入少少，當時係一個額外嘅貼士俾大家啦。你嘅可能留意到啲英文動詞嘅字位成日變嚟變去，好似います、いません咁。呢個就牽涉到英文動詞嘅變化，我哋會好快咁介紹一個叫做五段活用嘅概念。我哋用翻持つ呢個動詞做例子，大家唔使即刻死背爛背成個表，重點係留意下，為咗表達否定、禮貌或者假設等等唔同嘅意思，動詞嘅尾音會由 U 音，即係持つ，變成 A 音持たない，或者係 I 音持ちます。如此類推，呢個就係所謂嘅五段學用啊，因為佢嘅變化會橫跨英文 A、E、U、E、O 呢五個母音段，大家有個印象就得噶啦，唔使太緊張。強調動詞變化，我知道有時啲文法規則真的是會聽到人一頭霧水，所以呢，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我自己都覺得很實用的貼士。有時我們真的是無需鑽牛角尖，死背啲文法術語，好像いません感，我們大可以將它當成一個固定組合，就這麼記住它是禮貌的否定用法就得了。除非你的目標是做個語言學家了，如果不是，學語言實用遠遠都是新鮮的。好，話咁快，要到咗總結時間，我哋一齊嚟一個 quick recap， 睇下今日學少啲咩重點。今日我哋學咗3個核心句式。第一，講擁有嘢，記得要用所持っています。第二，講事物喺某個地方存在，就要用所があります。第三，講人或者動物存在，就要用所がいます。而要將呢啲句子變成否定句，句則好簡單，只要將句尾嘅ます變成ません就搞掂晒啦。例如あります就變ありません，います就變いません。好啦，學識咗點樣表達有之後，你最想講嘅下一句日文是咩呢？是我有一次忙，私猫がいます，定係我有好多時間，私は時間がたくさんあります。不妨試下用今日學到嘅處式造句，喺下面留言話俾我知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